情亲像一阵风，来无影去无踪。予我车用，予我悲伤，予我怨叹在心中。害我将油问来找真风，也是对袂着伊的行动，是我戆，是我苦，是我痴情又苦强。伊是风，是城是爱流浪，要见面就在梦中。你都啉情绪看吧。咱订婚的代志，你是打算要安怎？订婚的代志，我连甲会补办。你即马先回去，互我冷静一下。我歹回去，我歹回去啦！你今日应该甲我讲我清楚，你到底是为了什么？你要安尼对待我？你讲，你是为什么？你是为什么？哇！你较早个性都毋是安尼，是安怎你即摆变成安尼？好，你唔出去，我出去。不要！不要！不要！你真无意思呢！我昨昏专工请假去大饭店，我去参加你的订婚典礼，啊！你结果你甲放婚照无要紧呢，啊！你甲你的未婚妻放婚照，看你以后要甲交代，啊！到底是安怎啦？啊！莫讲订婚的代志，我心情真歹。你是我的老同学，是我上好的朋友，干脆。酒是一定爱啉啦，你心情搁较安怎歹？你嘛要对你的未婚妻有一个交代，无人世界当作你咧共装笑的，安尼是毋对呢。讲实在，你嘛变真济，即马真够替人设想。你是安怎唔家己关心你家己？我职务讲你唔知啦，我自从大金搬来了后啊，替我解决一寡债务。债务，我哪拢唔知影。但这是我家己的代志。我哪好意思互你知啦？我毋是捌甲你讲过，在钱的方面有任何的困难，你拢会用来找我。你哪？算咱朋友哦，讲到钱就伤感情。我大，你唔通讲安尼。你捌救过我一命，你的代志就是我的代志。但这是过去的代志啊！你讲迄是要创啥啦？不了，讲这个讲啦。迄一天套动拼倒来厝讲有看到有一件车祸呢，一台车去弄到一个查囡仔，迄台车换来做伊走，我无良心嘞哦！这个查囡仔怎么加载，套动也甲送去行买迄间病院，迄若无哦，错起来。这是新闻样啦，这什么意思？这一天尔，哪也变哪尼多？伊毋知到底会甲我订婚啊袂吼？小婉，敢讲咱两个代志已经发觉了？这，我看哦，你也都只试探看卖，吼。万一，咱两个计划绝对无迄个万一，假使拢真是有万一只，嘿嘿嘿，所以绝对无万一。啊，毋过我还是搁烦恼的。先看诶，
只要我阿忠伫你的身躯边安置泰山，免烦恼遐济吼。对，最近我手头比较较慢。哦，你阁想讲要提钱啊？莫讲钱啊，讲钱就厌去啦。只不过是我周转较不灵，你甲你周转一个30万，有无？等你嘛较差不多诶，我毋是前几工才摕10万块互你尔。啊啦，即马就要甲我存手套钱啊！我毋是开银行啊，讲要倒先钱互你啦。无你来讲安尼啊？啊，什么人毋讲恁斗阵的分量算的是一个科怎呢？3、4千万，会用讲是一个小小的数目。我只不过是要周转一个30万而已啊。哎哟，你想讲让你趁钱遐好趁哦？哪有亲像你啦？存手下都有钱。无你来讲安尼，你讲敢对？当时你家斗阵，这是你甲我咱双人计划，你知影无？哦，是甲要弄假成真哦。哦，就是去改着伊啊。你讲这是什么意思啦？无这个意思，这上简好。吼，啊，你当作我凊彩讲讲的，啊，你凊彩甲听听的。有钱无钱，这另外一回事。但是我永远都爱你，嗯。哎呀，好啊啦，好啊啦。来啦，摕去。较欠仔用的哦，莫叫我袂开啦，我要出来啊。请。哦，心肝，捡车弄着人就是伊哦。系啊，迄个开车的人有够夭寿的呢，弄着人拢无落来看，车开来做伊去。啊，车牌号码你敢有记起？无啊，我著顾救人，煞无法记遐济啊。啊，车是啥物色？你敢知？车啊，嘿，土色的，毋是咧，乌色的，乌色的，嘛敢毋是，敢若蓝色的咧。蓝色的，到底是啥物色？你敢会使讲我确定的？我著顾救人，无看清楚啦。安尼，阮要查起来就较困难咯。是哦，我。不过，阮警方一定会尽全力找出这个线索，抓到这个人。对，一定爱查出来，袂使互伊逍遥法外。少年诶，即摆社会上参像你这种遮热心的人是愈来愈少咯。歹势啦。这开车的人嘛真害，嗯，弄着人搁做伊走，像这款人，咱绝对袂使有逍遥法外。对，安尼爱拜托人后。打击犯罪，除恶务尽，是阮的责任。讲啥物拜托？安尼我即摆就转来好好研究。在第一时间内一定会抓到这个人。那我先来走。好，多谢吼。你来陈司，多谢吼。小姐，歹势啦，我无将车牌记落来，啊车啥物色吼，我嘛袂记咧。歹势，请你原谅我吼。啊，毋过吼，即马阮师出面吼，一定妥当的啦。你用放心，等遮好啊情况，阮一定会将迄个人啊抓出来。吼，我拢袂用，实在有够可怜的着，足可怜。外套档，啊你家己拄仔霎霎念，你是咧念啥？啊油清神贵无？无啊，李阿婶，啊，恁出去时阵吼，有警察来问我呢。啊，毋是甲你问啥？甲你问的同款啊，车牌几号啦，车啥物色的，啊人有看清楚无？这也使问，你都拢毋知？对啊，我嘛讲我毋知啊。啊，毋过吼，伊讲吼一定尽力啊调查，早日破案。安尼哦，这个警察先生吼，实在足真直的啦，会学了的。好的，你先好困一下，啊先食一个饭啦。好，我巴肚子枵的呢。哦，真好食。豆豆食忙去行着吼。对我，恁等下休困啦，遮吼规气我来照顾就好，啊便当遐尔好食。对啊，照时间送便当来就好。哎，今日呢，后摆要来，爱从早水果来哦。安尼哦。对啊。好啦，无吼，规气互你去顾规站的啦。好。小爷，咱来等。大姐无啊，我看吼，我留落来较好啦。伊是查某囡仔啊，我嘛是查某囡仔，安尼我来照顾比较较方便啦。免啦，遮便哦，我较熟啊。
要通常来较方便。恁转去休困，互我来就好啊啦。好啦好啦，恁拢唔免烧钱啦，咱三个人吼轮流来甲伊照顾，安尼就对啊啦。是你，安怎？我袂明来是？厝所我已经替你想好，我会专工替你送厝所入去。这是180万，你算看嘛？我知影，你肯定好。你无感觉应该要收280万？是安怎？我才收180万，减30万，你莫小问一下。是不是我小了？唔是啦，是我运气啦。安怎？是我运气啊！我运气，你咧唔敢对无？我知影啦，你根本爱我。你变，你这么变甲愈来愈无讲理。我变啊？唔是，是你变啊啦！变甲对我愈来愈冷淡。你到底是要甲我离婚啊无啦？秋明，我这几工心情袂好，订婚的代志，过2工再讲好无？过2工，我唔知你到底是毋是搁咧甲我骗啊？到时要订婚啊，你人搁袂去，你想当作我是三个囡仔？苏小姐，囡仔无休困一下，我是惊伊醒来无人照顾啦。你放心啦，伊暂时吼阁袂醒。你吼还是家己先休困一下，若无吼病人还袂醒起来，你家己就先倒落去啊。我袂要紧啦，多谢你吼。啊，敢有消息？无呢，要毋过伊即摆搁咧调查啦。这个人吼嘛真害啦。那呢，我先来无闲。多谢你吼。小姐，希望你会当早一日好起来。哎，你莫搁啉妈啦！你日日啉，你是想要安怎啊？秋明，你听我讲好无？你免搁讲啊啦！你今日来给我一个回答，你到底要甲我订婚啊无啦？你对我遐尼好着，自从阮爸母过身了后，你就是我唯一的精神寄托。我本来讲无要甲你订婚的。你莫甲咱用讲，我爱你来有一个确定的时间。好，我决定下个月16，甲你补订婚礼，安尼好无？真是啊！母娘，我就知影吼，你拢无变心，永远爱我。哎呦，小瑶啊，大快食忝啊！我不要紧啦。嘿，哎呦，看你的目睭，甲成规暗拢无困呢。好啊，你转去休困，转去休困，换我。师，互我来就好啦。那呢？迄阵啊，就讲好啊，三个要轮流啊，怎啊轮到我啊咧？师，
我是你的徒弟咧，你莫我友好一下。我安尼，这个师啊有彩工咧饲。好啦好啦，互你表现一下。秀英，来等。啊，人讲好哦。特懂啦。来好，行。再见啦。再见。小姐，有我特懂的咧吼，你特当放心诶，你的病哦一定足紧就好个。真情红衫滚头马比过咧，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请问阿娘啊，唔知嫁翁也陪。兔蛋甲送去行买迄间病院，啊若无哦，错起来。特动诶！哎，顾人顾到倒来咧顾啦！哎呦，特动诶啊！当你是咧创啥？你是要来困的啊，是要来顾人的啊？啊，但是顾到安怎？有较好无？有啦，我特懂咧讲，咱嘛加较好，无你看卖哦。我是咧找啥找到面床骹去啊？啥？人无去啊啦！袂啦会啦，当然人也无去，免紧张啦。人个无得看医生哦，甲伊送去检查身体啊。啊，你哪无我讲？啊，你都咧困，无咱来去问医生。好。啊，医生啊，啊检查了安怎啊？我即马才要来甲检查。哈？今摆才要检查？是啊。哎呦，啊那安尼就真正胖见去啊呢。啥物放去啊？人无去啊。无去？哎呀。那这无可能啊！啊，因哪有震动就还袂精神呢？伊下骹搁断去啊，要哪走会去啊？哎，这安尼有问题啦！啊，秘书啊，赶紧去报案。哈？爱报案哦？是啊。啊，这些食了咧啊。真情红衫滚头马比过咧，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请问阿娘啊，唔知嫁翁也陪。我想无呢。好啊啦，妥当的，拜托的你莫搁行好无？你安尼一抓来一抓去，一抓来一抓去，互我看甲头壳拢戆啊，你知无？莫行。讲到吼，你这实较是有影假路西的啦。叫你顾病人，吼，你算有够厉害的。一个人安尼伫病床了在，就甲顾甲胖见，吼！我若想要骂你吼，就唔知要对倒骂去啦。我无你管。啥？啊，无咱过来找啊？找，是要对倒找去啊？也唔知影叫做啥物名，也唔知影伊住伫咧倒，是要对倒会去找，白讲的啦。阿呆啊，你转来啊？同志们，伊是咱派出所吼派来专工调查这件案件的。安尼啊，你好。我来介绍，这是大金婆啊，这是秀玉啊，还是特动的。因为都阮爸爸吼，甲阮太太啊，拢去关公啦，我暂时哦，甲带来住伫遮啦。嘿，啊，你特要找迄个特动的先生哦，就是这个。特动先生，
无嘛，你甲来派出所一转。哦。你若就伊讲发生车祸时，详细讲我听。我迄讲的情形就是安尼哦。小姐，小姐，小姐。是安尼啊？嗯啊，迄时阵天搁遐尼暗嘛，我搁赶紧要救迄个查囡仔，毋知无注意车啥物色，车牌几号？哎，那你伫遐签一个名。哦。好，嘛你转一个手印。搁转手印哦。转一个手印。够麻烦。多谢你的合作，就安尼伫还未破案这段时间，随传随到。哈，爱随传随到哦。哎哟，咋侥幸啊！我这声搁等落，唔知等到当时才会当回山。师，安尼真好个啊！好咯，都把你抓出来，搁敢讲好，但是我无通随转，着搁直直等，唔知等到当时才会当回山。哇！这声大金箔又搁无法度登去山顶咯。各位观众，大金箔送大奖活动将于10月14日礼拜日，由大金箔全体演艺人员在南投县草屯镇相当花园为你抽出幸运的观众朋友，奖品丰富，有机车、冰箱、彩色电视机等等大奖。大金箔自播出以来轰动全省，因此特别延长播出为52集，敬请厝边头尾斗相报。多谢各位，明仔载同一个时间继续收看大金箔串江湖。害我将油问来找真帮，也是对袂着伊的行动，是我误，是我苦，是我痴。